廣島被原子彈爆咗之後嘅28年。一早同嗰度講好咗，我哋坐喺呢個位，我哋冇出過任何一句聲，你只可以做手勢，即係導演喺對面咧。譬如佢打3號，咁我哋做第3個鏡頭。因為大家嗰個氣氛係好莊嚴，咁所以我哋大家都好認真，同埋你都會感受到，唔理你係邊一個國家嘅人，總之戰爭就係好殘酷。係啦。跟蹤。我看你找方子。你媽媽呢？這個花兒是送給我的。怎麼會突然送花給我？異形，京子，你過來。什麼事？有鬼！